我台上面呢有一紮用唔着嘅東西，我想呢將佢分類回收喎。咁呢大家可以睇下我點做啦。液體收集唔要啦，最後會倒落去廁所。玻璃樽啦，同埋嗰個膠蓋咧，我先係會放埋一邊先。稍後啲玻璃樽就可以拎去回收，啲膠蓋咧就要另外擺開嘅。所有就會收集咗一次過倒落馬桶入邊啦。點解倒落馬桶呢？因為馬桶排出去嘅污水呢，係稍後會經過污水處理先至排出大海嘅。咁有乜嘢都好啦，就算有毒都好啦，都會經過處理呢，過濾咗啦。咁出到海洋嘅時候呢，啲水就乾淨啲咯，唔會污染海洋咯。因為呢個泵本身呢，除咗個蓋係膠啦，其實呢一個泵呢係橡膠嚟嘅，橡膠呢就唔回收得嘅。呢個泵嘅管呢就係玻璃嚟嘅，所以呢最好就將佢拆翻開做3樣嘢。橡膠暫時喺香港呢就冇地方回收咯，最後就唯有掉咗去做垃圾噶啦。咁個玻璃咧可以跟埋啲樽咧去回收咗佢啦。其實玻璃係一個好難化解嘅一個物料嚟嘅。佢咧就如果擺個樽喺個土地入邊咧，1000、2000、3000年咧都仲可以挖翻出嚟，即係佢係唔會咧溶解喺個泥土裏邊，就真係變成一種垃圾咯。但係如果你將佢溶咗去，用高溫溶咗去，再做個玻璃製品呢，又冇問題嘅喎。不過係需要高溫去即係燒佢先得啦。至於玻璃樽上面嗰啲紙嘅貼紙呢，回收廠係會處理㗎啦。係啦，個泵呢就可以分為3個物料去處理咯。好啦，我用咗大概10至15分鐘咧，就將呢一堆唔要嘅物品咧，去進行分類啦。